上60歲嘅日代，唔係了唔得到做啱，但都係第二人生嘅開始。白羊同學會都係要同大哥大姐向下挑戰唔識做過嘅事情，實現透過嘅夢想，潛進深度嘅熱情同期待。準備了，同人向下展開一場去拍的追夢旅程。家了唔拿得啦，我吼迄家庭主妇啦，辛苦吼，除了适应状态咧吼，终于有爱自家生活的时间，也有客家狗肉班，交很多好朋友，俺3是老闺蜜哦，感情真好啦，是像姊妹一样啦。从出社会开始就不停的工作，一直到75岁才退休。但退休迄个人含下来，除了对我下土笋另外种菜啦，我也参加客家歌谣班、排舞班。现在的我已经超过80岁了，身体还是相当硬朗。我兴趣就是要打扮到这样又出门。50岁做头那么退休，我老我的好姊妹以后3下约的出去吃饭也得，去旅行。我老我2个姊妹出去了，我就当开心了。我來到新北市嘅運貨，一拜訪嘅上面睇見呢許多西藥，唔過聽講，原來如果有法律規範辦參加嘅櫃台隊嘅活動，包括客家歌謠班、佢考唱歌嘅，聽講呢，原來更加睇其中一個人咧都卡練唱歌嘅，我哋前面呢。哎，先梅子，係咪哦？你好，我係依蓉。哎，麻煩。好，你喺度啲練唱歌嘅係冇？係啊，練唱歌啊。我兩位姐姐。你們好。好。哇，啲暗號嘅扮機練唱歌嘅。我確定一下，一位係嚴富姐，還個劍鋒姐。哦。韓國人睇練歌嘅，練歌啊。哦，充滿嘅歌嘅，真係彈看啊嘛。練啲山歌、三太跳。哦。唱了平板啊。哦，咁充滿係彈看啊，好嘛？好啊，好，唱了就日春了江南人嘛，日春了金南。平板，就是平板。哇！我都唔掂啊！嗰時就轉，唔過我哋要上台跳，我上台跳本唔清楚咧。跟人家對後面就係唱山歌熟詩嘅，係啊，就係好唱歌嘅熟詩嘅哦。誒，係哈，嗰種唔上曬係同時間認識嘅啊。主持人曾經認識他，你是在做笨蛋，還有長時間是早上是10多點的，你開家福卡是開百貨店嘛？誒，跟百貨店關係啦。關係。但我是這個是屬實嘅啦，中間是冇聯繫。冇聯繫我哋幾下10年嚟講，你都唱班啦，熱度到啦。過幾多年？張熱度到。2、3年有咯。那剛好沒很驚喜。哎呀，對呀。啊，金夢姐是咧，其實都歌謠班就是咧。係。哦，嚴富姐唔係幾多台班啊？
都台北了做过汽车配件、零配件出口贸易，从后上做到75岁，前几年我当退休。前几年当退休你还当搞分下一代儿子、大儿子的个家。哇，很厉害呢！后上做落，偏都做起来。唔家下开百货行，家唔头摆做嘛嘅？俺头发该就做生意，你天天做插菜啦。做你如果冇诶，如果冇嘅係嘛嘅？而家健豐節咯，頭擺係做嘛嘅？我透過美容誒，天母店，自家開就自家安尼做生意做到當天。哦，你咪去就我頭家講退休，就退休咧。你喺幾多歲退休？我嘅下40人歲。哦，40歲退休，家動好村哦，40歲就好退休。家竟然係做嘛嘅相關嘅事情。然後就是人家看好我，就去選美比賽。選美？嘿，選美比賽。有美選美？對，然後什麼選美？中國媽媽比賽還第一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時候瘦啊，那時候瘦啊，穿旗袍啊。哇塞！我聽講人家都很活潑，嘛個唔單槍參加過有吧？人家都係咩動作快同我去做？還有動作發動。我們那個辦活動什麼還是辦活動都有演唱會去了，就去了。啊，人家都好運動嘛？有啊，有啊。哦，那會做什麼運動？會去爬山啊，嘛？我有爬山咩？我呀，跳到行就行啊。誒，電腦咪去啊，電腦係啊，係家本愛聽冇？我老媽叫我落去啊。好啊，梗係聽嚟去。哦，天公爺，哇，真嘅咧，你講愛去就去啦。係啊，講愛去就去啊，很有行動力。I've got joy to share with you in my arms. Just a little hug every day will solve your problems. I got love to share with you in my pocket. Just a little kiss. 耶！哎，你很會拍哦。有做到嗎？有，吼，安會自拍，咁人家就去同好出去安尼老了。對啊。哦，那都去哪裡？安尼爬山。陽明山啊，哪裡好玩就往哪裡走。深坑市都臭豆腐啊！哇，很懂呢，你們真的很懂生活呢，吼。茶點那邊去。哇，真的是老頑童呢，懂好高呢。高雄我們也逛夜市。哎，有感覺得出你很愛吃好吃的哦。哎，姐人家都看唔出有白色。會白身呢，吼，體力動好呢。咁人家就平常，眼看人家就做宿舍研究咩好姊妹啊，啊，人家就出去了嘅時節，咁間房咯，人家就去睡一間啊。係啊，就出去睡一間啊3+1啊。哦，啊，會不習慣嗎？會唔慣對方的生活習慣嗎？衰睇是唔啲啊。所以我的缺點比較多。啊，我先睡睇去睡落高，佢就啊，佢唔看，好，佢要按到。你跟我講夢話哦。嘿，哦，嘿，哎呦，叫我問講，哎呦，要哪位啊？哎呦，好了嘛，我安尼問，佢睡落高叫我咬牙齒。學妹姐感覺喏，姨父姐係用嚟嘅人感覺。我感覺佢就真好啊，等我真合啊。哦，用嚟合。講乜嘅都發，都合嚟來就出啊。啊，我上課時我咪用實操控下，啊出去了咪用實操控下度。哦，就真係好姊妹啊！甲阮學妹姐係用嘅人，姨父姐感覺喏。對啊，係啊。他真的很隨和，很隨和，咩很隨和，很親切。出去了嘅時節就買人帶頭啊。帶頭嘛。嗯。其實我們那個協會很多啊，要不要去啊？約就會去。相約啊，去哪裡？就是你要不要去？要啊。啊，人常常啊，看人就都保持得很好哦，就講啊，皮膚胖胖的，人常常就係呢。唔過我感覺金鳳姐，哎呦，貼配好打扮有冇？會冇？伊貼配好打扮。貼配不打扮？還有，他都習慣了。從認識他到現在都是這樣子。哦，就係很貴婦的打扮，係咪？
1年365天，天天那么美，都在农庄。哦，真的就是都有。哦，哎呦，大约就按讲哎呦，好，各种人无论现在就嘿，金凤姐都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哎呦。嗯，刚刚一拜啊，按好运做在认识上面这啊，人就滴答俺能给花样同学会哈，就会老朋友叫他去做一件忙是做过的事情，故说就问上位哦，就想讲嘛个爱东想爱去做看呐，我有两个姊妹叫阿去的，金凤姐有冇？有啊，哎，做新娘秘书啊，哦，然后你发种的那种，发动奖的。错，哦，刚刚你用啥有兴趣嘛？做完你的新娘秘书啊，雪梅姐。佢刚开始亲好唔会查，但是化妆那方面，正经冇乜个兴趣啊。你去感觉唔好化妆，对啊，自己不画，帮别人画啊，冇兴趣啊，冇兴趣啊。刚呢，你呢？那因为我本身不会化妆，也不会帮人家化。就会冇兴趣，就会耶，对，有时候自己画都画不好，还帮人家画。哦，对呀哇，被打枪。刚刚雪梅姐咯，你想要做嘛嘅嘛？有两个姊妹，然后叫她做一个挑战。你想要做乜噶？嗯，你想要做乜噶？你讲啊。先问一啊。我带你们2个跳舞了。哦，跳舞我们有很多种，你想要跳哪一种？排舞，有一种是排舞，还有排舞就做唔得嘞，因为你已经会跳了。然后我一啲冇做我也唔过跳嘅，啊。嘿，我跳，好一啲冇跳过嘅舞。冇跳过哈，街舞，哦，街舞哦，街舞比较夸张了，哎它动作比较大。咁街舞用啥做的嘛？街舞咪咁，街舞咪唔敢啊。因为那个比较唔那个啦，敢，嗰個太要力氣，要力咧咧。哦，唔比咧吼，唔比街舞咧吼。街舞我出力啦，我比動作啊，他比較靈活啦。哇，唔用啥咩冇興趣哦，哇，咁唔用想去做乜嘅？你喺網絡董事長個杯子舞咯，你喺網絡看過董事長嘅杯子舞啊？杯子舞我講用嘅畢業做上，安尼做出幾道上面嘅。看網絡咩？網絡啊，看個真好看，真好彈啊，真好看。哦，哎，聰明哦，就不用動到那個腳哦，坐凳就做。你腳唔好嘅人哦，所以坐呢都做。哦，用數，係啊，手很靈活就做的。係啊，咁你用啥英語呢？可以啊，英語姐做的。不錯啊，哦，你也覺得可以，做的。可以接受。哎呦，好像夠強順哎，就比較快過關了哦。你很聰明哦，果然是 leader 哦。我挨去情況啊，看下有乜嘅欣賞會搞，係啊，有個杯子舞杯子舞，今日就去學。好啊，好啊，今日就去請麼？好啊，哦，嚟挑戰啊！好，好啊，好啊。上面好聰國嘅阿姐嘅天會挑戰畢業舞，伊能如7、80歲嘅上學嘅畢業舞確實有18實力度。最先我有好嘅節奏感，係我一定專心，一定有記性同反應力，能做得睇錯嘅時間點，靠打出一致嘅節奏。唔是講每個考驗，伊能團隊有個卡模，所以有人節奏唔錯，亂吃幾條歌會彈起來都會怪怪。所以來也上面阿姐做得克服困難，展現出團隊默契，韓國睇短短嘅時間內，好巧也好，伊能詞窮唔是試過嘅挑戰模呢。嗨，老师，来姐姐，老师好，老師好，欢迎欢迎。哇，
请坐，请坐。我带姐姐来拜师了。好好，你好。姐姐唱酬，介绍一下呀，还有郑老师。郑老师，我是郑老师。对，老师，我带3位姐姐来拜师，她们这次要学的任务很特别，想要杯子舞。但是虽然姐姐们看起来很年轻，年纪其实不小哦。是哦，看不出来呢。怡福姐虽然看起来大概60几岁而已，但是她81岁了。哇，老师，你有教过像这样年长的姐姐们吗？比这个年纪更大了很多。年长者学这个完全没有问题，非常好，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防失智、防老化阿兹海默症，还有你的身体各方面都能够训练。哦，我在教学的时候很特别。我喜欢用一些我常常大家可以用得到的、可以找得到的东西，所以我常常喜欢用的是米，很便宜又随手可得的。这个呢，菜市场就买得到。来摸摸看，摸摸看，摸摸看，摸摸看。然后呢，塑胶杯不是白白的吗？透明的吗？我就把它很便宜的买了那个亮线嘛，把它用胶带粘起来就很好啦。对啊，第一个要视觉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姐姐们这次要学的是还要搭配音乐的杯子，是感觉好像难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哦，其实这个杯子舞在坊间非常的有趣好玩。那它怎么来的呢？在坊间呢，大家很流行这个杯子舞啊，到现在也有拍拿放哦，这个都可以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然后有一个电影叫《歌喉战》，他就拿起来玩哦，就玩哦，它有节奏的。结果一玩的时候，大家就快乐起来了。所以你们想不想学哈？好，来，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哦。把你的杯子，我建议你拿小的哦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先收起来哦。一人一个吗？对，一人先一个，一个哈。先来握住你的手啊，这个杯子很好哇。好，好了，敲3下。哦，来动一动，动一动。我告诉你哦，我在带的时候，我不会只是技巧上的练习而已哦，我是喜欢律动的。好，然后我们会用杯子来律动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会一边坐着一边跳，因为动作会很大哦。好，现在哦，你们听我的口令哦，我们先来看看，我们来玩杯子好不好？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对，不用紧张，1、2、3、4。喊出来，1、2，停，4，1、2，停，4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几个动作哈，很简单，来背，来，拍，耶，对嘛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那现在哦，桌子哦。桌，这个叫桌，好，来预备，来，桌，1、2，桌，1、2，桌，1、2，很好。哦，现在我拍桌，好不好？拍桌，怡福姐跟着老师，刚开始之前手脚僵硬，像被打结了嘛。1、2次过后就不会的啦。拍桌，拍桌，拍桌，哇！请问你哪里请来这么多好的学生啊？厉害耶！拄开始个，唔伫按用版型，唔都操作。新人啊，唔会按好教咧，个安尼弄到比较好些的啦。还有第3个动作，拿，放，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要用纸杯？用纸杯会扁掉。对嘛？而且我们越做会越激动，然后就给它扁掉了。好，现在哦，老师有几个指令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注意听哦。拍，拿放，拍，拿放，跟我来。拍，拿放。对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。
拍拍拍拿放，再一次拍拍拍拿放。今天这样子手忙脚乱，根本安尼福安尼有一点的紧张。然后第二种哦，拍拍桌桌拍拿放，拍拍桌桌拍拿放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哦，来慢慢来，慢慢来，预备，拍拍桌桌拍拿放，再一次，拍拍桌桌拍拿放，再一次。拍拍桌桌拍拿放，我少一个拍，给自己拍拍手，厉害！刚刚我因能比爱想象嘅反应韩国好呢，因为香港因能按多些嘅，应该会购买，不过我感觉因能其实反应过强。我教育嘅看起来过简单，不过我非常专心。假使冇过专心的时间，就很容易会闪神。一闪神，一的通种唔错，就后果就会养唔准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坊间有一个最近在训练我们长辈大脑的，非常有趣，连小孩、连年轻人都很爱玩的。你可以手这样，好，跟着他，然后试试看哦。好，来，注意开始哦。拍拍拍拿放，拍拍拍拿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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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拍桌，拍拿放，拍拍桌，拍拿放，拍拍桌桌，拍拿放，拍拍桌桌，拍拿放，拍桌拿放，桌拿放，拍桌拿放，桌拿放。哇，你们很厉害耶！真的还是我跟不上。我后面。先生佢有经验，用过生活嘅方式帶領藝人來學，同學習變做像系體教養嘅。上面也即開始天天嘅專業課程度，唔像咱開始教下按緊張嘅。接下來先生滾手滾熱，開始教藝人韓國人嘅畢業舞動作。开，叉叉叉叉，右上左上，扣扣扣扣，右上左上，扣扣。以我在教这些学生的经验一般的学生很有意思，他们会抗拒。那我在带动这些长辈的时候，这些学生你一定要有方法，口诀一定要，而且一定要有一些示范。而且把他们带到一个他们自己也能力做得到的，虽然有点挑战。我觉得今天这3个学生基本上他就是很想学。我给他们的一个技巧方式，他们吸收了。然后我看他们回去，好像会很认真练哦。怎么样，3位姐姐今天练得如何啊？你们超级棒的呢，因为其实没有很简单哦。对，真的没有很简单。不是很简单因为很容易就会漏掉下一个字。这个容易就漏掉1个2个，要动脑筋对，要记忆，对不对？记起来。然后这个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就会照着这样念哦。好，那我会把杯子借你们回去，好，回去练习，一人拿2个杯子。那我们也会把它录影一下你们手机等一下可以录老师做的动作，那你回去就可以跟着学。好，这个也会带回去。因为到时候表演这张不会放在桌上。对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样看起来不专业。表演的时候不能有小抄。对，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个。是配音乐而已。对，配音乐对。到时候听音乐。上面这屯先生上课的内容用手机的留下来，准备归去录卡上网来练。看到伊能6、7、80岁嘅很按認真嘅學新東西，講實在話，看到人會感動呢。要自己要练，一定得练个国美而标准。靠练习了，对。我们3个人去练习练差不多，我们音乐可以放出来，再来练。到12要录影的时候，才又出纰漏的。
对啊，安海有刚过讲谢某这，他好像就是对新奇的事情会比较有那个好奇心。嘿，比如说实验奶，伊就跟我们会去管银福姐嘿，我想要搞懂。嘿，金凤姐就会有一些呀太难了啦，爱听一百啦，跟我上面人呢反应有点不一样。哎，还好。 Hello， 你好，哎呦，要比迄矮啊！哎呦，都比矮是变的啦。啊，你们今日冇去山？有冇冇去降落水啊？哦，这个对啊，就归是咖比，很有闲情逸致哦。对呀，啊托你的福啊！哎，冇，我才托你们的福，有咖比好势。给我们人哦，送拜送课送的体育堂啊，转去有练嘛？有哦。哎呦，有哦。那还就拍起来哟。哎，真的哎，同人上啥？用下练哦。练3年的。 连3年哦，哇，哎，真的哦，我们长3个很有父母拥哦，不是同一天换3件衣服哈，不是，哎，有那个呢，印了印证册呢，有哦，有吗？有哈，看起来很有默契哦，有冇？嘿，可能老朋友有差哦，默契培养他好。刚刚人家的说是研究啊。 你们认识的彼此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小习惯？感觉哎，对方这个习惯蛮有趣耶，安尼。我会有他的。哦我上课之前咪講咯，他坐呢是看牛嘛咯。哦，好懂会做饭，哎，有呢哈，好像真的有比配音都会做饭。像那么简单段，还没迄营养呢。係啊，所以按我流汗啊，哦按我流汗做咗簡單單啊。哦，上来你就种青豆菜嘛，种青豆韭菜嘛，哦我一收成就一堆嘛，一大堆，我自己一个人吃不了按多，还是要分享给隔壁人杀啊。松本亲朋好友。哎呀，我们前面有些前面个个人拿韭菜嘛，结果佢冇爱佢冇限好包，就花钱。刚有很受伤嘛。对呀，抢俺都講唔係俺冇愛，俺都好俺冇閒啊。哦，没人啊，那个，那韭菜拿着你马上就要包水饺包起来，不然多放久了。也是哎呀，讲啊，冇日本片也好啊。哦，一块是糖啊，豆熊哦，哎，有啊有呢。講好一捧嚟啊。哎呀，哎，俺还没有谈过有人不好约，还没迎福姐。啊，不好约哦，不好约吗我冇感觉嘞，我这个冇感觉每次都会成型啊，哦，都被冲他好。哦，他带2个孙女，所以某一天啊，还没讲从的有时候上课啊，生有时候上课尽量他就尽量留个位，尽量配合了。对对啊，有空他就很少没有配合的，约了就上课全部一下课全部大家约好就会成型。哦，人家的说是研究啊，有没有对方做过什么让你很感动的事情？有吗？有了，那个上次我先生过世的时候啊，我没去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请假啊，他们就知道我家里是发生这个事情嘛。哦，啊，到那个副文他们有看到，结果这同学也来，老师也来，这来了很多人，那我们当然心里就觉得非常感激他们哦，让我很感动。啊，就是你看到给副文就有开噶，我就发布给同学啊，我说谁要去，我就站在前面拿麦克风，我说谁要去，他做人不错啦，真的啦，哎，同学方面他对大家都很好，哎，大家都对我都很疼惜啊，哦挺感恩的，懂想想啦，而且要懂想想。也就阿姐讲意思的，都讲唔得说。
不过今晡日除喺我來屯兒人世界杯睇亞風，我係天初二完成線上交代嘅任務能做的。今晡日啊，就係我約大家來，我來加強練習。啊，姐姐們能有帶筆葉嗎？有。哎呦，你們是有打算要在這邊練的沒？對呀。借我一個，好，一扎就好嘞。啊，老師有留意的，我們要練反應的哦。開始嘍。第一次聽他。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拿放放放，拍拿放，拍拿放。拍说拍拿放放，拍放拍拿放。哦，没有了，还是不顺。还有这种放拿放会，我们要注意要听啊，自己可以念得出来就可以。对对哈，真研究喺度练，因为我感觉加下一拜啊，真的有比較熟哦，哦有冇有感覺冇？有發燒冇？有哦，知道有有感覺哦，好有哦，嗰時候有練真有長呢，而且你們的進步很快呢，我覺得。知道還是笨手笨腳。哎呦，我覺得很厲害，很厲害哦。跟不上老師的啦。這還要是再加油練。哦，我感覺應該可以哦，今日就繼續過練咯。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好啊。開始嘍。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拿放。要到阿姐，嗰一世忙嘅睇嘅加強訓練，嗰日呢要愛天二拜上課誒，基本日嘅練習愛批定音樂，乃會記得先生準備嘅音樂節奏竟然係按嘅。要背起來不簡單。怎麼樣？聽得怎麼樣？好難哦，這個歌。第一次聽到，第一次聽到哦，不是你們傳統的，節奏很快，節奏很快，對不對？啊。可是你們在練習的時候有沒有遇到困難？或是哪一個部分最難吶？嗯。開的這個。哦，為什麼？是哦。是會忘記開，還是開完忘記擦？有時候三下覺得還不對的，還是有四下這樣，還是會有了。英福姐呢？就是那個前後左右啊，那個前後，呀，這個最會搞錯，因為它是4拍。哇，你們很厲害哦，幾拍你們都算得很清楚呢，對，厲害。是1拍，好再1把嘛，這個最容易算得這麼清楚，讚 ，OK，你呢？我也是一樣，老師教得好，我們就很賣力的學。對呀，謝謝嘍。哇，教你們這幾個學生實在是太棒了哦，哇，很認真，很認真哦。好，那可不可以讓我驗收一下，可以嗎？你們這一段。你們在家練習的好不好？哦，我們試試看哦。1、2、3、4，左拍拍，拿扣，把左拍拍，拿扣，把前後，開，擦，前後，開，擦，前後，開，擦，最後一次是什麼？右上左上，對，右上左上，還有2次，右上左上，最後一次，右上左上，
哇，不错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。好，现在哦，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我们的歌曲里面。今天不要那么紧张啦，你们还有时间练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只要放慢，然后我们把拍子对上去，可以吗？拿好，前面有8拍，我们先拍手哈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左拍拍，拿后后后放，左左拍拍，拿后后后放，左左拿后后后放，左左拍拍，拿后后后放，前后前后，嗨。讲困难是还好嘞，无嘛我困难啊，真的我记得认真啊。第3次，哎呀，这加入我落去吼，是念整堂啊，念整堂的程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右上左上，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比较会紧张。左上，很好，上左上，很好。我的动作会比人家慢，一紧张了会慢人家半拍。1、2、3，我都会忘记打左边的，有时候会少打，有时候会多打。2、3、4，耶！哎，这个几拍的是，每一段都隔8拍，是不是？对。可是你音乐进来的时候，你第1次听跟第2次听不太一样。你第2次的时候就有一点听到音乐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在第3次的时候更熟悉的时候，你根本口诀已经在你心里。对。所以我现在只要求你们哦，就在那个马该的时候唱出来，反正那个地方没有拍。这边的时候。对吗？很自由的动吗？好不好？对，那个地方就大声的唱，好吗？好。对，就很自由的来释放的唱哈。但是老师，我有个疑问，我们到时候表演的时候是这个速度吗？不是哦。不是这个速度，不是。哦，该不会是原速吧？原来的速度。原来的速度。对，是。很快也没有很快啦。我们把速度调到原速，好吗？我们试试看喽。开始了。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放。左左拍拍，拿后后后放，左左拍拍，拿后后后放，左左拍拍，拿后后后，最后一次，左左拍拍，拿后后后放，前后前后，嗨，唱，前后前后，嗨，唱，前后前后，嗨，唱，第4次，后前后，嗨，唱，1、2、好，来跟着律动，一摆听一摆松口，这道天啊，我有学到，因为我们替摆有搭嘅音乐嘛，线上头多呢，香港中慢，韩国中笨蛋的速度，其实很强，我冇想到听得多呢，我真正有学到，伊呢专去真正认真嘅练，我没有学到，唔过呢，嘅金峰之后可能个紧张啦，我哋导演讲有荷包啦，佢说伊都。可能我聽唔到，唔過用嘅這些會個認真呢休息時間咩睇嘅練呢，老師一表演我偷錄呢，嘅積極嘅嗰種長途愛讀風呢，因為80人寫很好一啲東西，認真好，非常佩服。嗰種愛對伊哋嘅表演愛個有信心，可能欣賞唔是聽到愛希望啦。我做我的書呢，我繼續很練呢。好，我回來了，我們要繼續練。那4個剩下的4個是要2個做右上，就看什麼時候才做這個哈。這個曲子啊，把它配上這樣的動作，跟整個的要配合上來，不是那麼簡單。再加上那些動作，他們要很快的進入情況，哇哦！所以今天啊，讓我真的很驚訝，他們怎麼這麼快速的
就学会了，而且音乐进来的时候，他们还 OK。我比较担心的是前面的前奏怎么进来，还有特别是间奏，所以他们要听得熟，然后又要因为那个是没有什么规矩的，所以他们要很熟，然后这个部分是我比较担心的。蒙蒙的发尾打出强吹光，像失踪的假发，会又酸又甜的果子。滴答滴滴答，时间都在打出头给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花样同学会客家电视台的节目，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很有趣哈，就是6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跟老朋友一起去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，然后这3位你们都认不出来的姐姐们呢，他们呢打算来跳杯子舞，然后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到底怎么样，我们等一下就知道喽。那请各位欣赏我们的演出。我们要打气一下，我们干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干杯一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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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来开始 ，music。马盖马盖，重重嘅耳公嘿马盖，重重嘅屁公嘿马盖，重重嘅眼睛嘿马盖，马盖马盖，天上红艳艳嘅嘿马盖，樹上紅人人嘅嘿馬街，你背後人人嘅嘿馬街，馬街馬街馬街，前後就是馬街，上是呀的呀，上是你的，馬街馬街馬街，前後跳舞嘿馬龍呀，上分世界紅前後衝過嘿馬街，馬街馬街。馬街馬街，天上紅人人嘅嘿馬街，樹上紅人人嘅嘿馬街，你背後人人嘅嘿馬街，馬街馬街馬街，前後就是嘿馬街，上是呀呀呀，上是滴滴答，馬街馬街馬街，前後跳舞嘿馬街，長春世界紅前後衝過嘿馬街。馬街馬街，看太緊張啊！一緊張哎喲，吃到就唔錯了嘛，唔錯，要買點抽ลิ้น派啊，打老爺，打老爺，哎呀！结果对不喊大吼，好像很顺了。来到这里，这场打会怯场了，就对。打完大以后，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。有较紧张到的，讲讲孩子做唔到，就安尼。哇，有鲜花耶！哇，鲜花，鲜花！请问是3位姐姐的谁？你是同学钱凤姐的同学哦。然后这位是我是雪梅哦，女儿。然后那位呢？衣服的孙子。你看起来像姐弟哦。哇，那刚刚看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们真的超有活力，可以挑战这样子，我觉得我都做不到的事情。哦，觉得，所以你看到妈妈今天这样打扮，
哇，我好开心，我真的认不得他。那你嘞？你看到谢谢你啊阿婆这样子，嘿，很新鲜。你刚刚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度有点怀对，疑就是是他？有点就是认不出来。有点认不出来。你们刚刚这样看啊，有没有觉得很简单？还是看他们这样表演，你觉得不简单啊，不简单。真的不简单哦？你们有想要试试看吗？来嘛，试试看。好不好？哎，你们献花的人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直接做。你来了，来，坐啦，我教你们，不是这一首，有一种比较简单的，来，你们试试看。可以的。不简单呐。再来，来快的哦。拍哪放？拍哪放？要讲出来，拍拍桌，拍拿放。拍桌桌，拍拿放。拍拍桌桌，拍拿放。拍拿放，拍拿放。拍拍拿放放。拍桌拿放。不简单。这样子做完以后，觉得刚刚那个亲友的表演如何？心脏快跳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哦。那你们刚刚看你们的亲友啊，这样子朋友哈，妈妈、阿婆表演的时候，他们刚刚有笑吗？我刚刚来不及看他们。有，做还是我在紧张的。还是很紧张。他刚刚看起来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很好吗？哦，表现很好。那你刚刚觉得阿婆看起来怎么样？但是很紧张，但是就是动作在台上。哦，所以很好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献花。感到好高兴，很好玩。这个给我这一阵感觉他是变年轻了，返老还童，哎呦也很快乐的。最开心的就觉得这个花样同学会，我们这每个礼拜都有在看，都看了每一集都看的都好精彩，都好好看。这个接下来的同学会，然后吃到哇，那想法都老姐妹讲的差不多啦。嘿啦，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讲法。大家好同学、好姐妹在一块，就很欣赏你们啦，感恩你们啦，谢谢安子 C。法庸毕业舞，生活。